今日嚟分享下呢，我帶上呢個索尼嘅 A7R5啊，加上呢個索尼嘅2070啊，同埋300GM啊，嚟記錄下呢個廣州嘅呢個車陂嘅龍舟賽嘅嚇。車陂龍舟賽呢，有12支呢個龍船隊比賽嘅，咁啊最後呢個范陽簡隊呢，以1分47秒呢個成績呢，奪得冠軍嘅。大家嚟感受下呢個現場氣氛有幾熱鬧啊！而家喺車陂村度我試下全程手持啊！呢個A7R5加呢個300GM拍攝視頻啊！而家就比賽完㗎啦，聖簡就係第1名嘅，2024嘅呢個第1名嘅嚇。
大家準備食龍船飯啦。嗱，今日就影完啦，主要係用呢個300G 啊嘛，再搭配呢支索尼嘅2070啊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